最近天气热，流离虾的数量嘛增加。农业部和环境部办这防治记者会，呼吁民众先摒扫环境、管理卫生。那真是无法度啊，上尾一步才出油啊。有吧？刚就看到了，这里都是蚂蚁，它都已经亲门踏户在里面。芳箱一个开开，内底条条拢是琉璃狗虾。这狗虾唔但会抢食这的物，还佫会攻击这的芳，造成严重狗虾的灾害。互饲芳的农民是害惨，因为即马天气热，琉璃狗虾的数量直头增加，侵扰田园，干扰农民作息，甚至还佫会入去甲徛家，影响居家的生活。蚂蚁在生态系里面，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。除了那种危害太严重的红火蚁以外，大概没有人要去把蚂蚁消灭掉。如果附近的紧邻你的农舍，那当然就必要避免它搭进来，或者管线或者一些植物它的。一些枝条搭到你的房舍，它就变成一个管道到你家来的。农业部甲环境部举办防治记者会，邀请专家学者说明安怎来防范狗虾的灾害，强调人造环境，或者琉璃狗虾有真好的栖地，亲像厝内较凉、较打爽的所在，因拢真爱来。建议会当先清除环境内底的残枝落叶，产地的卫生管理嘛真要紧。为这个方向来处理，会当减少因生态的空间甲机会。吃东西都没有清理掉。当然，他也会来检视哦，所以其实不提供交通、不提供吃住，他就不喜欢来，他就可以把它清掉。他干扰到很严重呢，我们就有这个一些耳剂可以供我们合可的，好，这个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。农业部强调讲，农民应该爱积极防治会甲琉璃狗虾共生的居禽或者是介壳虫，来减少因食食的来源。若有必要，会当储农药啊来防治居禽。因若农民嘛会当家己做冰洗糖水来啉。因未来嘛会去各地头介绍相关防治的方法，减少狗虾的灾害，互民众的困扰。国际新闻台北报道。